就喜欢吃他家的辣子。现在这个俺就一般，就像我每次得研究得有5年之久。冷面里只有一种调料，羊油辣子。这种极致的操作，并非大道至简，而是海纳百味。把买好的羊油切化，羊脂肪熬成浓油，放入香料，释放白芷、大茴、小茴、花椒，黑色秘制粉末铺天盖地而来。不停搅拌中的黑暗料理，带着神秘的香气和羊油的温度，稍微一定要热一点。最终与辣椒粉热烈拥抱，完成合体。咱们喝的又香又鲜。这样一碗配线冷面，必须先干为敬。